昨天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无通过，谢国良今仔强调讲，伊会亲身打电话互发起罢免的团体，邀请因做伙讨论市政。这个团体嘛强调讲，有接到邀请，一定会去。嘛望讲有将近7万张的罢免票，会当互市长有警觉。 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结束，罢免案无过关，谢国良拜伊继续市政工作，搁一摆表态，会亲自打电话互发起罢免的地经案讨论市政。劝由团体回应，若有邀请绝对会到，也毋过也话声谢国良爱重视过去提出的市政问题，强调罢免同意票逾7万张，谢国良应该爱警觉。我希望能够在礼拜2下班前给戴先打个电话，看不知道他方不方便，或者传个讯息。 那等戴先回国后，亲自的去拜访。如果今天市长邀请，我们绝对会到。那另一部分可能也是要问市长，就是我们过去所寄的所有市政信箱，他到底有没有收到啦？基隆罢免案虽然已经结束啊，也不过明年可能引起立委大罢免潮。林焕英国民党团拍算伫组集选结束了后，尽速推动选罢法修法，要加减人数。也不过民进党团批评，那也是恶修选罢法，等于是没收人民的权利。我们加严来做联署的时候，要提供身份证的影本，而不是说这个连死去的人啊都可以只要知道他身份证字号都可以来这个参与联署。我们就联署形式上面确保这是由当事人所直接参与的，我们同意，我们也支持，应该要加严。 在整个联署上面程序，不管是在增加联署的难度，或是意图造成人民行使罢免权的更多困难，等同是要来没收人民珍贵的宪法赋权。民众党表态会支持联署加减。谢国良罢免案虽然无过关，也毋过朝野立委伫修选罢法的议题上，各出现回游味。记者综合报道。